市府为了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目前为伫桂林沙仑的新片道路当中，嘛导入人工智慧的应用。原来是一旦驾驶因为光线或者是视线盲点会威胁过路民众，现场都有所谓扛棒的发光来提醒。另外，若侦测到当地车流量上大，卖提早提醒驾驶来换路线。这应用的技术，拢是市府甲国家法定委员会合作所展现安全未塞车的成果。事实上，所谓的5G 的台南队是台南市政府第一个倡议起来的。那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非常进一步的这个具体上的一些成果那事实上，台南在从事这个5G 示范性实验，还不只是这个案子我们另外还有，我知道还有一个是智慧制造的部分就是先锋机械跟大雅电缆的这个合作的案子。那一个的成果发表会，事实上我也有参加。透过 AI 来收集这个数据，来提出警示，让驾驶人做出选择。透过 AI 来这个提醒驾驶人前面有事故，或者前面有这个人来通过马路，或者透过 AI 来告诉你，这个前方这个车流拥塞，你可以赶快 detour， 赶快去找这个替代道路。这样的话可以节省驾驶人塞在路上的空间的时间，节省驾驶人许多不必要的时间，还有这个车流的浪费。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定必要的马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能够让大家更了解。5G 台南队的概念率先全国成立以后，目前就伫沙仑的区域来示范，然后卖将研究成果运用伫南科等所在，除了让市民伫行车路顶的新体验，重点嘛是要让整个城市的用路安全加行车的效率有所提升。台南新闻军局张树维采访报道。